多謝主席，因為我原本咧喺委員會修正階段階段案嘅時候發咗言，有關第3條嗰個修訂咧，我本來咧就冇打算咧喺恢復三讀嘅時候咧，即係就呢個三讀通過嘅時候發言。但因為我頭先主席聽咗陳偉業議員嘅發言咧，我覺得咧要作少少個補充。第一點咧就佢話呢一個有關入屋搜查令係非常之爭議性咧，主要咧佢就話因為啲大嘅一啲有錢嘅人咧，佢屋企咧就有僭建，可能咧即係特別即係最近呢啲新聞好多啦嚇，所以佢咧就話係因為呢一啲有錢嘅商家咧就會反對呢一個入屋搜查令嘅咁，所以我想補充一點咧，主席公民黨咧其實對於呢個入屋搜查原先喺藍紙草案嘅條文咧，或者喺上一次講嗰個驗樓驗窗嘅時候嘅説法咧，都係有好大嘅一個疑慮嘅。原因唔係話因為我哋想保障啲有錢佬咧，就唔會受到即係呢個執法部門嘅入屋嘅調查，而係咧我哋好擔心，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全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好多市民咧係可能會有僭建，亦都有時咧佢係唔知道係自己有僭建嘅，甚至咧你諗下，即係信唔信都好啦嚇。我哋個特首話佢自己咧作為個估價嘅測量師咧，佢都唔知佢自己屋企有僭建嘅。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撇開大家信唔信任佢講嗰句説話咧，的確係會有一啲市民，佢唔係一啲專業人員，佢買嘅時候可能嗰個樓宇可能本身係有一啲僭建，或者佢亦都唔清楚，而且咧。有好大嘅可能性就係咩呢？譬如佢同隔離鄰舍有啲拗撬，咁於是咧隔離鄰舍就投訴話佢有啲僭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作為執法嘅部門，佢點呢？係嘛？佢咪唔理佢呢？佢係咪話即係你市民投訴你還投訴？我總之就唔執法㗎啦。咁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會引起另外一種嘅一個即係市民嘅怨氣嘅。咁所以我哋係同意咧，即係如果有啲僭建咧，係即係會導致安全嘅問題，或者會導致一個好即係會令到一啲市民覺得點解政府選擇性執法咧嚇？點解有時有一啲人咧佢就會入去執法，有啲人佢就入去執法咧？咁所以個條例咧係應該清晰、客觀、一致性，無論你有錢冇錢如果你有一個僭建嘅情況政府咧都係，如果你係符合嗰個客觀嗰個標準咧，佢都應該入去執法。咁但係私隱係點樣保障咧？因為如果你話好似頭先我講咁樣，隔離鄰舍都可以投訴你嘅，咁政府又喐下手，又嚟你屋企度猛撳鐘嘅。如果你唔喺屋企2次，咁佢又一陣間又要攞個搜查令入屋嘅。而且咧每一次頭先我發言嘅時候講，好大棚人連埋啲專家入嚟嘅，非常之擾民嘅。所以我哋要定呢個線嘅時候，或者嗰個門檻嘅時候咧，我哋係要非常之小心，就唔係淨係講保障一啲有錢人嘅問題嘅。咁呢個係我想補充嘅第一點。第二點咧，主席我想補充咧就係頭先陳偉業發言嘅時候咧，就話即係呢個副呢個政府或者屋宇署嘅人員咧係可以入屋調查嘅時候咧係增加咗佢哋嘅權力嘅。咁我亦都想指出咧，即係頭先我發言時都有提到，係現時我哋嗰個建築物嘅條例第22條咧，其實已經係授權咗咧呢個屋宇署咧係警方嘅陪同之下咧係可以破門入屋嘅。咁當然咧嗰個條文咧亦都有講咩情況之下破門入屋嘅。如果你緊急咁即係危險咁當然會啦。但佢亦都有包括咧呢個第22條1，然後括弧C 嗰度咧，亦都有講咧，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可以入屋嘅原因咧，或者目的咧，就係確定本條例，所謂本條例即係建築物條例啦嚇，嗰個條文咧係咪獲得遵從？換句説話講咧，呢個亦都係可以好闊嘅，即係如果有任何違反呢一個建築物條例，頭先我都有講啦，建築物條例其實係一個即係都幾複雜，亦都係幾詳細嘅一個條例，裏邊有好多好多嘅條文嘅，亦都有時會有爭拗嘅，即係咪屬於一個違反嗰個建築物條例嘅情況嘅。咁而家嗰個22條嘅寫法咧，的確係有授權執法部門咧可以懷疑
你嗰個屋裏邊係有冇遵從嗰個建築物條例嘅情況咧，就可以係破門入屋噶啦。咁甚至手令都唔使申請先。咁所以而家嘅寫法咧，的確係有唔完善嘅地方嘅。咁所以亦都係頭先葉國謙發言嘅時候都有講過，究竟我哋而家呢一個藍紙草案而家嗰個修訂嘅條文係屬於一種擴權係擴充嘅權力，定係收窄嘅權力咧，都會有一啲爭拗性嘅。不過即係幸好，即係雖然我哋現有嘅法例係唔清晰咧，政府咧到目前為止咧就非常之謹慎咁行使呢啲條例嘅。即係頭先發言嘅時候都有講啦，即係由06年到而家咧係只係試過5次嘅啫。咁我哋見過，就算即係高智即係地位高智唐英年先生咁話佢屋企有個地下皇宮咧，我哋見到咧，即係屋宇署咧都唔係話破門入屋，都係試圖撳幾次鐘然後咧就係初咧都係一路都話入唔到屋嘅，即係都要拖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即係雖然個條例係可能係寫得比較闊或者係唔清晰，呢個執法嘅部門咧都係小心嘅行使嘅權利。咁呢個主席係我第二點想就陳偉業議員頭先發言嘅時候作一個補充。咁最後我亦都係重複我剛剛第一次發言嘅時候所講，就係話呢個條例係寫得係比較現時嗰個係會好啲嘅，係會有進步嘅。但係依然咧係需要有關嘅部門執法嘅時候咧係靈活敏感咁使用呢個權力，係可以平衡到屋宇樓宇之間嘅一個安全嘅情況，同埋市民應有嘅私隱。多謝主席。何秀蘭議員。